在个新闻要招咱的乡亲来最关心囡仔喙腔的健康。台湾大学喙腔卫生服务队近年来为偏乡地区的学生囡仔做喙腔卫生教育甲健康检查服务。即摆留到仑背乡的大有国小，由将近40位气科医师甲学生组成的团队，替这囡仔做喙腔的检查，并且宣导保健的必胜，或者学生囡仔为细汉就使建立正确喙腔的清洁观念。每下位医生来替学生检查喙齿，外口嘛有读气科的哥哥姐姐，医生尤其的方式，教囡仔安怎照顾喙腔。一次要刷2颗牙齿，画一个大圆，刷10次。台大喙腔卫生服务团队长期伫寒暑假期间去偏乡为学生进行喙腔的卫教和义诊服务。即摆有要40位医生和大学生做伙做服务团队。看到他们愿意学会我们教的洁牙方式，或者是我们带的活动，他们玩的不亦乐乎，又能学到东西，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有服务团队的关心和协助，守护囡仔喙齿的健康，嘛，互因自细汉就知影照顾喙齿的重要性。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